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今仔日是218连假的第一天。透早国道车就加真多，尤其是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，国道5号南港到头城较会塞车。天气的部分，这连假3天，全台湾拢是多云好天，温度上悬有到30度。透早日头就出来，218连假第一天，好天气也吸引真侪出来佚佗的人。通向东部的苏花路人，早起7点就出现一阵的车流，平均车速只有50左右。警方马上加派人力疏导车流。国道5号的主线部分目前车速都正常哦。那至于国道3号新店到南港系统这些要往国5的车流，已经有排队的情形。那也提醒大家要依序排队。高公局特别提醒，218连假第一天，会是路南车流上济一日，到早起9点。国道全线流量是25.1万车公里，按算规工会达到117万车公里。特别注意，自白早起重点塞车路段包含北部国道5号南港头城、国1杨梅到分、国3中和关西、国1机场杨梅。车车塞车情形会继续到下晡3点左右。另外，中南部是中华保险快挂部风。草屯民间顶真燕巢，中岛左右车会较济。东方这个高气压所带来的暖空气的影响，今天主要是吹的南风到东南风的风向，所以今天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的比昨天还要再回升。气象署也提醒，218连假天气好，各地多云到好天，敢若华东地区有零散的短暂雨。部分地区高温有30度，不过会大风影响金马西半部地区，出外一定要注意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